顾总，常副总好。顾总，你看他们的发布会非常成功，下面的员工也都非常辛苦。我了解过，基础人员都很久没有调薪了。你看是不是？常总，我们公司的待遇已经很不错了。据我所知，他们在同类型的公司里应该拿不到这么高的薪水。咱们的劳动强度也是最大的呀。哼，常总，你要知道，一年有365天，52个星期，每个星期休息2天，只剩下261天。你每天有16个小时不在工作，去掉170天，还剩下91天。每天下午茶时间用掉半个小时，去掉23，只剩下68天。你每天午餐用掉1小时，又去掉了46，只剩下22天。公司每年有2天的病假，这样只剩下20天。公司每年还有5天的节假日，最后只剩15天。公司还会慷慨地给每个人每年14天的假期，最后你只工作了1天，你还好意思跟我提加薪？顾总，话可不能这样说，我们员工的账不是这样算的。南宫，你是谁呀？公司新进的员工叫南宫琉璃。南宫琉璃，怎么这么熟悉？好，你来说说应该怎么算。公司每天8点半上班，我们8点钟就要出门，这段时间应该算我们为公司工作的时间，但并没有人给我们钱。公司每天下午5点半下班，我们最快6点钟到家，这段时间也没有人给我们钱。公司要求上班不能随便穿，要穿衬衫、西装、西裤、皮鞋，这些都要我们自己花钱去支付。工作的时候每天要对着电脑，对眼睛伤害很大。如果出现什么问题，还要我们自己花医药费。为了工作损害自己永久的健康，公司并没有给任何补助。工作强度大，工作时间长，每天腰酸背痛，我们还要自己花钱去按摩、买药膏，公司也没有给补助。公司有什么事情，上面您一句话交代下来，我们就要去完成一份让您满意的企划案。有的时候睡不好觉，甚至做梦都是这些，这个应该算加班吧？为了好好工作，还要搞好员工和客户的关系，有的时候呢，还要买一些小礼品、小纪念品，这些都要我们自己花钱。顾总，您说我们应不应该要求加薪呢？对呀。南宫，怎么跟顾总说话呢？顾总，新来的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裙子不错。这么大事啊！好了，顾总的事儿，咱们也别掺和。哎，我说南宫，那可是顾总，这下他肯定生气了。你怎么这么胆大啊？就是啊，南宫胆子也太大了。可怎么？那个南宫琉璃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他是我当初的竞争对手。当初的竞争对手？可是我不认识他，我怎么帮你对付他？我才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呢！你既然顶替了我，就要替我把身边的问题都处理好，这是你应该做的。我确实是来顶替你的，可是你没有说我要替你处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啊，而且我根本就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办法。你一定会有办法的，除非你不想见到你妈。哦，对了，妈妈最近情况挺好的，你别担心了啊。贺锦熙，你这个人讲不讲理的？怎么办呢？南宫琉璃，请收拾你的东西。李经理，南宫也是替咱们着想，你也不说去顾总那说个情，他也是年轻，一时冲动。话太多。
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？刚才顾总下了调令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就是他特别助理了。另外，顾总还给大家调了薪，员工的工资增加10%，先别急着高兴啊！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大家年假的天数呀也增加了，而且是带薪休假。画图吧。南宫，我们有今天啊，全得谢谢你。是啊，以后可得叫南宫助理了。就是啊，南宫，这是好人有好报，你可是我们的大福星呀！哎呀，对呀对呀，哎，我提议啊，今天晚上我们给南宫庆功，请他吃饭怎么样？好，今天晚上我请客。今天晚上我请客。锦溪啊，过来坐坐吧。奶奶，我一会儿来啊，我再给你削水果。每天早上上班7点半，每天下班还要1个小时，还要经常给客户买小礼物。嘟嘟囔囔的干什么呢你？哦，奶奶，今天公司新来了一个女员工，说了一些我不太喜欢听的话，但是我后来细想了一下，她说的挺有道理的，而且我觉得她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所以我把她提升为我的特别助理。像这样有能力的人呐，是得给他提供更多的机会。咱们公司现在啊，要多多培养人才。我知道。看来真的是来者不善呢，这么快就引起顾西城的注意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干嘛拉我来这里？想到一些以前的事情，不自觉就开到这儿了。琉璃，你现在在盛隆集团工作？对呀，我现在是顾西城的特助。他已经结婚了。我知道啊，结婚是可以离婚的，你不知道啊？你为什么就不能放手呢？我为什么要放手啊？我已经付出这么多了，现在放手，我对得起我自己吗？我再也不想回到过去了。我走了。哦，还有，再也不要给我打电话了。琉璃，这不好打车，我送你回去。最后一次。来啊，一起玩。哎，西城，我想问一下，公司最近招人吗？公司刚刚招完一批新人，最近没什么招聘计划，怎么了？哦，我就是天天在家里待着，觉得特别的无聊。无聊？你会无聊啊？当然了，我每天在家里待着，也不知道干些什么好。我在想，如果公司招人的话呢，我可以去给你打工啊。按道理说呢，公司刚刚招完一批人，没什么招聘计划。如果你想来的话，我可以给你特殊待遇。真的？当然了，你是总裁夫人，你有这个权利。那我是不是明天就可以上班啊？别着急，你还没跟我说，你都能干什么呀？啊，我好给你安排职位。是这样的，我上大学的时候呢，本专业学的是英语，打工的时候呢，学过设计，所有办公软件全都会用。这么说，你能适应很多岗位了，比如说人事部、市场部、总裁助理啊，秘书。我呢不需要这么好的职位，我就想着呢是打发无聊时间，随便什么工作都可以，没问题。那是不是我给你安排什么职位，你都能接受？那当然了，不管顾大少给我安排什么样的职位，我都会努力工作的。好，明天跟我上班去。没问题。
只要能够进公司上班，就能够有机会看住顾西城。如果那个南宫琉璃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一定能够及时发现的。你好，我是新来的助理南宫琉璃。啊，您注意脚下。啊，对了，少爷说呀，以后就要跟少夫人一块儿去公司了，说是在公司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。这样也好，要不锦溪一个人待在家里也太无聊了啊。去公司呢，两个人朝夕相处的感情会更好一些。啊，是，不知道少爷给少夫人安排了一个是什么职位啊？这个不用你担心，锦溪没什么工作经验，不会给他安排什么重要的职位的。啊，是，但是也不会太差吧？那是，来。该死的顾西城，竟然让我当清洁工！新来的是吧？对，今天第一天上班。哦，看这样也不像是干清洁的呀。算了，谁让你有门路呢？不过既然来了，就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我们清洁部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，它可是整个公司的后盾呢。因为有了我们，其他人才能在舒适的环境里工作，那工作效率才能大大的提高，是吧？所以啊，我们一定得做好后勤保障工作。我们清洁部一共是18个人，1人负责1层楼，加上你19个。对了，你叫啊，您管我叫小西就行。啊，小西是吧？那你就去负责一下大厅，大厅和周围的卫生都归你管。那么大，那么大，就你的工作量算最小的了。快去干活吧。好。哎，新来的，啊，用手拖地呀。拖把和扫把。后边。不好意思啊。对不起。做事情毛里毛躁的。不好意思啊。顾总，来公司这么久，真的特别感谢你。啊，好，我知道。啊，你忙。那不是贺锦熙吗？他怎么成了清洁工？他和顾西城之间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？哟，这不是贺锦熙吗？混着好好的上哪年日子不过，怎么来这儿当清洁工了？当清洁工是我的事儿，我高兴。还别说，
就这身衣服，还真挺适合你的。哎，你说，如果顾西城没瞎，就你这样子，他肯定下不去嘴的。我不会让你接近西城的。看他让你当个清洁工，说明他也没有把你看得太重。贺锦熙，你说这次咱们俩谁会赢啊？不管顾西城让我干什么，这都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儿，我愿意就行，跟你没关系。再说了，就凭我是他合法妻子这一点上，我永远都比你强。慢慢让一下。该死的贺锦熙，怎么变得这么牙尖嘴利了？这个贺锦熙，他怎么会在公司？难道是怕别人接近顾西城，所以特地来看着他？这个女人真是阴魂不散，太讨厌了。干嘛呢你？对我有意见？陆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不是故意的，你别误会。你是我们顾总特招上来的人，我哪敢误会你呀？还有，我也没比你大几岁，你可千万别叫我姐。以后啊，叫我陆助理就行了。嗯。一个小小的助理就敢给我脸色看，等以后我成了总裁夫人，一定让你走人。贺锦熙来公司上班，顾西城应该是知道的呀，那他到底什么意思呢？喂，贺锦熙。我看到南宫琉璃了，你放心吧。我会尽量看好顾西城的。我知道了。新来的，又偷懒呢？没有啊。你说你第一天上班就这么不用心，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没有。我跟你说啊，别以为你有门路，我就不能把你怎么样。你活干完了吗？这是什么呀？我刚擦完的。擦完的就这样啊？重新做。这周围啊，这都归你管。活干完了吗？用点心。我的妈呀！我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？再说他也没做错什么。哎，等回去再跟他道歉吧，然后再给他换一个职位就是了。进。顾总，您今天中午有一个饭局，我已经帮您安排好了饭店。帮我推掉吧。今天中午我想在公司的食堂吃饭。食堂？哦，我知道了。那一定的。你没事吧？南宫琉璃，你干什么呀？我怎么了？我看你不小心跌倒，好心问你一下。
就是你把我绊倒的。你怎么血口喷人呢？大家都看见了，明明是你自己不小心跌倒的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南宫助理那么好人，怎么会把你绊倒呢？就是啊，你自己跌倒还要赖人家南宫助理。南宫，算了吧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对啊，赶紧走吧。走吧。你干什么冤枉我？谁冤枉你了？是我不对，对不起。老夫人，您喝茶。你要累了就回屋里歇着吧。景熙啊，今天第一天上班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凭少夫人的学识能力，这个一般的工作应该没问题。您放心。就怕她不适应了。那不还有少爷吗？是啊，他们俩现在啊，感情这么稳定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一会儿，你让露露做2样景熙爱吃的菜，她今天第一天上班肯定很累。是，那您进屋歇着。好，歇会儿。陈主管，南宫助理，您大驾光临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这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不知道今天总裁怎么了，非要检查你们卫生间，看你们15楼的卫生间打扫的不干净，副总挺生气的，还特意派人再去检查。如果再不干净的话，那可能就要扣你们清洁部的奖金了。我这就是路过来提醒你一下。南宫助理，我跟他们那是千交代万交代啊，让他们工作一定要认真努力，他们就是不听。南宫助理，你放心啊，我这就派人去打扫，一定打扫得干干净净的。我看你这人手好像不太够啊。哎，是，我们一人负责1层楼，工作量可大了呢。那不是有一个新来的清洁工，那你让他去打扫啊？哦，新来了，我让他打扫大厅了，还就他工作量小一点。行，那我呀这就让他去打扫去。你看。我这特意来告诉你，如果顾总知道，那肯定不高兴，你可千万不要出卖我啊！南宫助理，你放100个心，你能来给我通风报信啊，我领你的人情，我肯定不会收手续的，你放心啊。那我先去忙了，你也继续忙啊！南宫助理，您慢走啊。新来的。
又在偷懒呢？哎，那个去把15层的卫生间给打扫了啊！主管，你不是说我只负责大厅还有周围的卫生吗？怎么？那推三阻四啊？啊？不是，身为神龙集团的一名员工，那工作必须得勤奋努力呀！就临时加派你个任务就办不到了？我不是这个，你这以后还能有什么出息啊？再说了，小希啊，我呀，这也是给你机会多多表现，是不是？这样的话，以后上升的空间也有，也比别人呢升职的快，是吧？那个主管，我们保洁部再往上升的话，就应该是主管了吧？您的意思是说，准备培养我？小希，你工作第1天，野心可不小啊！啊？不是，您刚才说什么升职空间大什么的？升到主管，你做梦去吧！本主管的实力，那是你能比的吗？工作去吧。啊，步伐带快，利索点儿。干什么呢？哎，小希，饭盒。吃的比我还好呢。怎么不接电话呀？真生我气了。顾总，有事？我就是想谢谢您。那天在公司，我还以为我待不久了，没想到。谢谢顾总您赏识我，如果方便，我想请您吃个饭，不知道您能不能赏这个光？杨工，我提拔你，是因为你工作能力强，办事效率快，是一个公司可以培养的员工。你不用特地的感谢我，只要继续努力工作就可以了。那顾总，您是不肯赏这个光了？我今天有事，改天吧。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啊？
回来了。锦溪第一天上班怎么样啊？哎，他人呢？锦溪没回来。没有啊，你们俩不是一直在一起的吗？奇怪，这么晚了去哪儿了？什么去哪儿了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你们俩吵架了？哎呀，奶奶，我们没吵架。你这混小子，是你跟他吵架了吧？你们早晨出去的时候不是还是好好的吗？奶奶，您别激动，我们没吵架啊。我激什么动啊？你给我说实话，你干了什么？我没干什么呀，我就是让他当了一下清洁工，体验了一下我们公司员工的生活，我有错吗？什么？你让他当清洁工啊？他可是我们神龙集团总裁的夫人，他不生气才怪呢。你赶紧把他给我找回来，当他面啊，你要跟他承认错误。行了，奶奶，您别激动，我去找他还不行吗？你快点去，快点去呀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找不回来他，你也不要回来。哎呦，这孩子把我气死了！你说他让锦溪干什么清洁工啊？你看看，本来两个人好好的。哎呦，您先别着急，少爷一定会把少夫人找回来的啊！也不知道锦溪啊现在怎么样了，这孩子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儿啊！没事没事没事。把钱拿来，我要打牌去。这是给孩子的学费。挣什么学你？学费是什么？学有什么用啊？啊！我就说娶了你。爸爸，不要让爸爸。你谁？你谁？快小黑屋去！滚！孩子，放开他！滚！放开他！你滚！把钱拿来！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。这个贺锦溪，不就是让你当个清洁工吗？怎么这么小气？难道想离家出走啊？清洁工？哎。把清洁工负责人的电话发给我。谁呀？这么讨厌啊？没有保险啊？我是顾西城。是顾总啊！废话少说，我问你，你们部门有没有一个叫贺锦溪的？您说新来的那个清洁工啊？对。今天你让他干什么了？我没让他干什么呀，我就让他打扫厕所。什么？卫生间？我告诉你，程莎莎，以后全公司的卫生间都由你负责。锦溪，锦溪，锦溪，锦溪。
锦溪，锦溪，你醒醒，锦溪，锦溪！也不知道贺锦熙现在怎么样了。和我斗，这就是个开始。锦溪怎么样了？少夫人是因为受到了过度惊吓而引起了昏厥，我已经给她吃了一些镇定的药物，醒来应该就没事了。不过，以后不能再受到刺激了。平时啊，多给她吃一些安神补脑、镇定心神的食物就好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只要他没事儿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呦，刚才看到他那个样子啊，真是把我给吓坏了。老方啊，赶紧送沈医生。是，谢谢了，沈医生。沈医生请。慢走啊。锦溪，锦溪，你醒了。顾西城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啊，天哪！是你救了我吗？傻瓜，你没事就好了。都是我不好，让你做清洁工，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我扶你起来。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其实今天的事情不怪你，都怪我自己太大意了，不小心把门给反锁了。我得谢谢你救了我。行了，别自责了。医生刚走，他说你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受到了惊吓，多休息几天。这几天你哪儿都别去，在家好好休息。我不用休息啊，我明天就可以去公司上班啊，挺好的。那怎么行呢？这万一再遇到这样的事怎么办啊？哎呀，不会啦，我以后一定会小心的。没关系，虽然呢工作辛苦一点，可是我觉得这几天过得还是挺充实的。不行，就算你要工作，也不能再做清洁工了。要不你做我的助理吧？我才不要呢！前一天还是清洁工，第二天变成了总裁助理，别人不知道在背后说些什么东西呢。我可不准备变成那些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那你想干什么呀？我做清洁工挺好的呀，不过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要求？好，只要我能办到，我一定答应你。那你身边是不是有一个助理叫南宫琉璃啊？有啊，怎么了？那你能不能答应我，离那个南宫琉璃远一点，不要让他接近你？贺锦熙为什么不让我接近南宫琉璃？难道，莫非他吃醋了？喂，顾西城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有啊。行了，你的心意我明白了，你放心吧，赶紧休息。我的猫呢？在这儿呢。谢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谢谢谢谢。
看来上次没有让贺锦熙得到教训啊，还这么有精神。哼！可是他现在还是个清洁工，这是不是说明顾西城根本没有把他当回事儿？你说什么？你让你老婆当清洁工？哎呀，本来我就想逗逗他，可谁想到这样。不过，我已经向他道歉了。我没听错吧，顾西城？你给一个女人道歉呢？啊？这事儿确实是我做的不对，道个歉又怎么了？那现在怎么样了呀？现在我不让他来上班，他说他在家里无聊，非要过来。那你给人家安排一个稍微轻松点的工作嘛。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他不同意呀。他不同意？我的天哪，他有洁癖吗？当清洁工上瘾是吧？他说他不想让公司的人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想体验一下普通人工作的乐趣，还不让我暴露他的身份。哼，那你同意了吗？那不然呢？喂，上阵，都听见了吗？没错，顾西城被一个女人拿住了，他对那个女人唯命是从。大家给我挂了！何小姐，马上就可以看到全新的自己了，不要紧张啊！来拆吧。这段时间你配合得很好，我相信效果会非常好。来看看吧。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很好，医生，谢谢你。这次你的状况没有出现什么异常，已经非常侥幸了。说实话，何小姐，你的皮肤状况并不适合整容，如果再次动刀的话，恐怕以后就难以修补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再动刀。行，你能记住就好。好了，你可以出院了。不过你要记住啊，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呢，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去做，好好的保护你这张脸。另外，因为你跟常人不一样，如果你想要长途旅行的话，我劝你再等一段时间。因为你现在这个伤口啊，外表看起来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内在呢还没有完全修复好，我怕高空压力会带来影响。我都记住了，医生，你放心吧。行。喝不喝水啊？哦，我不渴。啊，辛苦了工作。那个小希啊，是这样的啊，鉴于你前段时间的表现特别的突出，我呀就跟上面申请了，以后啊你只要负责总裁办公室那一层就行，其他都不用管啊，都不用管。谢谢主管。不客气，不客气啊。你先休息一会儿啊，我先去忙了啊。那主管你去哪儿啊？要不要帮忙啊？不用，我呀出去打扫个卫生间啊，很快就回来。没事，你一会儿就回啊，一会儿就回。慢点。打扫卫生间啊？哎，小希啊，坐，休息最重要。我先走了啊。打扫卫生间。进。顾总，这是今年各部门的财务报表。好，放这儿吧。啊，这里面有几个地方需要说明一下，我再给您说一下，可能需要点时间，您看。不用了，放这儿吧。哎，等等。
你刚刚说这里面有几十条说明，那你跟我详细说说。这个是财务部的，这笔费用我们现在看不到。这条你跟我说一说。明白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一部分，税的费用。对对对，是的。然后还有这一部分，您看一下，这个也是您签过字的。好，好，明白了。哎，顾总还有？不用了，有问题我会找你的。你先出去吧。好的，顾总再见。嗯。吃饭呢？怎么了？奶奶，我今天不太饿，可能上班有点累，我想先上去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那好，去歇会儿。奶奶您慢吃啊。哎，好。真不吃了？我怎么看着锦溪，好像有些不开心的样子？你是不是又惹她了？哪能啊！我怎么能惹她呀？锦溪可是个好孩子啊，你可不能欺负她。哎，奶奶，我知道，现在她有您罩着，我哪敢惹她呀？那你还让她做清洁工啊？赶紧给她换点好点的工作吧，要不然人知道了，那咱们顾家多没面子啊！我知道了。回头我就安排。来，吃个鸡腿。好。贺锦溪啊，贺锦溪，你跟南宫琉璃之间的恩怨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才能让顾西城离那个南宫琉璃远一点呢？啊，烦死了！何小姐，你委托我查的资料，我已经查到了。你放心，只要资料属实，全力去倒陈。你们的动作怎么会这么快？都不用去当地调查。你说的那个方式啊，已经 out 了，现在是信息时代。你不要小看我们侦探社啊。想查这种普通人，对于我们来说 ，so easy。这位小姐从小到大的简历基本上都在这儿了。根据网上的痕迹显示，她曾经有一位相爱多年的男朋友，两个人似乎是从高中时期就已经在一起了，经常喜欢秀恩爱。不过，她为了参加神龙集团顾家继承人的选妻大赛，倒是付出了很多。你看你手上那个资料，翻，停，就那一张。根据上面的资料显示，她曾经做过流产手术，回来以后没几天就和她的男朋友分手了。现在的女人呢，真的是虚荣，为了钱，可以放弃多年相爱的男朋友，甚至连孩子都可以不要。南宫琉璃，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秘密。如果我让郭西辰知道你的真面目，我都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脸跟我抢。最近挺累的吧？要实在受不了的话，我提升你做我身边的助理吧。顾少爷身边的助理已经不少了，
不是刚刚也提起来一个南宫琉璃吗？哪还有我的位置？你跟他们不一样，只要你想，位置永远有。我才不去！看见那个南宫琉璃就不高兴，伪白脸。哎，你可别乱说啊！这个南宫琉璃啊，工作挺认真的，而且能力也很强。顾西城，你是不是忘记你答应过我要离那个南宫琉璃远一点了？我先声明啊，我跟他之间只有上下级的关系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停车！干嘛呀？还有一段才到呢。要是让他们看见我跟你在一起，就真解释不清了。你还是让我过几天消那日子吧。你再不停车，我就跳下去。哎，好，停。一会儿见。常副总，你来啦。常副总，南宫，听说你升助理了，祝贺。谢谢。我那天也是一时冲动，还以为在公司待不了多久呢，没想到结果，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。以后还要常副总多关照呢。好好工作，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。啊，麻烦了把这份文件交给顾总。好的。是苏小姐吗？你是？什么也甭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是一位姓贺的小姐让我交给你的。喂，苏妍希，你收到我让人给你的东西了吗？收到了。可是，你给我这个东西干什么？我找人查了南宫琉璃，结果意外的收获。你把那份资料给顾西城，顾西城自然会原谅你。交给顾西城啊？你怎么这么多废话？要你干嘛就干嘛。傅博雅，老虎刺俺！给你把这事下来！那他叫什么名字？傅博雅，走，踢球去。进来。顾总。集团旗下的地产公司受政策影响，资金无法回笼。我根据市场反应，做了一个方案。您看一下。想不到南宫能力还挺强的嘛，说来给我听听。来，顾总您看。对。9到11月，随着园林和景观的建成及现场形象的改观，我想一定会有新的影响。啊？是吗？我说你的报告做的挺合我意的，不错，我自己看一看。你先忙去吧。好的，顾总，那您看，我先去忙了。不行，我不能直接把资料给顾西城。虽然南宫琉璃没安好心，
可是我要这样做了，岂不是让她太没面子了？对了，她还有个男朋友，我可以让她去劝南宫琉璃啊。搞不懂这个人有什么好的，一个两个的全都想缠着他不放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迟到了啊。哟，你还知道来呀？哎，有个女的喝酒非要给我较劲，费了点时间。是你约的我。我在等我爸爸。是不是在你迟到？你忘了？不要，我要在等他。怎么回事啊？你能弄过来是怎么了？你放开了！你把这是谁来？那到底是什么名字？来，你跟叔叔们解释解释怎么回事啊！来，别跑了！踢球去！叶希，我妈真找到你了，你都把妈妈吓死了。对，你好，傅先生。啊，你好。你先坐吧。哦，你是？哦，我想请您先看一下这个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调查南宫琉璃？你想干什么？傅先生，您先别误会。我是顾西城的妻子，我叫贺锦熙。顾西城？神龙集团那个顾西城？你是他妻子？你想干什么？我知道。南宫琉璃是你前女友，我相信你们之间还是有感情的。你能不能替我劝一劝她，请她不要再纠缠顾西城了，可以吗？你找错人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那你也不能看着他误入歧途啊！他这么做是在破坏别人的家庭，是错误的，他不会有好结果的。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是个倔强的女人，我阻止不了她。傅先生，我之所以先把您找过来，就是想给他留面子的。你应该知道，如果顾西城看到这份资料，无论他怎么努力，都没有结果。我警告你。你要是敢把这份资料交给顾西城，伤害到南宫琉璃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傅先生，傅先生，
我的天哪！进来。顾总，这段时间谢谢您的照顾和帮助。明天是我生日，我邀请了同事们一起参加我的生日聚会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空？哦，顾西城，你就不能离那个南宫琉璃远一点吗？贺锦熙，你这算是在吃醋吗？哼，我怎么可能会吃你的醋，大脸猫！西城啊，我怎么看着锦溪这些天，好像有什么心事啊？你是不是关心他一下？奶奶，放心吧，没什么心事，过2天就好了。过2天就好了。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奶奶啊？嗨，我们俩之间能有什么事儿？就算有什么事儿，也是我们夫妻之间的小情趣，您就别管了。小情趣，你浪漫的很呢你。奶奶，您就放心吧。过2天之后就什么事儿都没了，说不定我们之间的感情呢，还会有一个质的飞跃。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啊，奶奶就不管了。不过做什么啊，都得有个度啊，过了这个度啊，那就不好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南宫琉璃，什么事儿啊？顾西城现在已经是有妇之夫了，你不要太过分。你这么做是在破坏别人的感情，有点道德好不好？破坏别人感情？破坏谁的感情啊？啊，你们俩呀？你们俩有感情吗？贺锦熙，你心里最明白你是怎么得到今天的位置，还不就是因为你跟那条狗是一伙的呀？哎，你回家是不是天天把那条狗供起来呀？你说话注意点，你这么做不会好结果的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我会不会后悔，你说的可不算。只要顾西城愿意，你贺锦熙又算什么呀？